即时，咱要来做伙吟唱，伫早起时礼拜中，咱做伙要吟唱的诗歌圣诗。第一首是圣诗第26首，咱来听琴大这边来。 这礼拜也是大港节的第一礼拜。我过去捌讲过，基督教会其实是对大港节开始新的一年，所以对咱来讲，新的这当的开始，咱就爱感谢上帝。咱做伙来吟唱，来做伙来，预备来。但愿感谢上帝，出声音是对心。 主家的代志，万民了以最欢喜，万队舞台出席，以救赎和无力，ยัง以无上忍耐，今日要得。 这是咱过来献开圣诗第41首。等一下所点起来这几六节，叫做毋忘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咱伫一年的开始，咱用毋忘来开始，是毋忘。 救主出世伫咱每一个人生命中，是毋忘救主，咱所信靠的救主，就出世伫咱这个黑暗混乱的世界内底，也是毋忘有伊出世的所在，就平安甲欢喜。总是这不只是毋忘，这搁较是恳求。所以圣诗41首其实是一个恳求的歌。 咱求伊来入伫咱中间，入伫咱的心。咱做伙来吟唱这条，咱来听琴段这边来。 咱等下当笑较慢，小看不要紧，总是毋通伤拖。做伙来吟唱这条歌，预备来。请来，请来，以马内利，救赎以色列真家己，因上天山是真相是，也通望圣家甘义。 欢喜，欢喜，以马内利，以色列主美来临。咱透过这首以赛亚所写的诗，咱其实是咧向上帝恳求，主，请你来，伫阮中间，入阮的心，请咱陪伴咱的心。
主的名来，迄位应该受称赞。至关上帝，何塞那！爱亲醒过来，也记主的事实。愿咱的心无搁互别项代替上帝，拄起心内懊悔，无得互世界捆绑。这礼拜是大港节的第一个礼拜，这礼拜是大港节的第一个礼拜。这支蜡烛火叫做愿望，愿望的光对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照出来。咱做伙祈祷，亲爱的主，你是圣上的光，虽然这世间黑暗，阮的心时常所灭下，总是求你帮助阮，伫你差遣阮去的所在发出光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免。这时，请三角来唱圣诗，圣诗第26首，圣诗第26首，但愿感谢上帝。会众请起立。这时，请咱由愿徛直，用四图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
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，顶4个死，埋葬，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信各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上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这是三甲来启应，启应文第44篇，启应文第44篇，我来启，大家来应。恁的上帝讲，就温柔对耶路撒冷宣布，因的罪罪已经还清楚。有啥话讲，就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。逐个山谷拢要吞互甜，愿我的马解互得。上主的荣光一定显现。上主有安尼亲嘴宣布，有啥讲，你着宣布。就讲人拢亲像草，草会干，花会谢。人拢真正亲像草，草会干，花会谢。报好消息，互失望的人啊，着上悬山。着大声喊，毋免惊。看，至悬的上主要大权灵来临。看，伊手转来的人要甲伊做伙来。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。伊要带遐个互羊仔树林的羊母，稳稳的行。这时，请三角来祈祷。慈悲疼叹的上帝，阮感谢俄罗你，感谢你，互阮伫圣日搁三角自职，同心来敬拜你。感谢你保守阮的生活，领受你丰盛的恩典。得到对你来的平安甲喜乐，阮向你恳求，帮助阮有勇敢佮充满怜悯的心，诚做这世间的盐甲光。感谢你拣选阮，诚做你的囝儿，让阮学习彼此相听，学习信靠你，诚做合你心意的器具。阮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求你引带阮入伫你的殿。感恩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这时，三角来看上帝的话，伫创世纪第7章17到24节，创世纪第7章17到24节，课本是第7页。水伫地树泛滥40日，水中悬，将大船抵起来。河船对地面浮起来，水势真大，伫地树直直涨起来，船伫水面漂流，水愈重愈悬，甲天下悬山拢淹过，水比山悬7公尺，山头拢予水淹了了。
地球所有的外面，包括飞鸟、鲸狮、野兽、几群咧爬的动物，以及所有的人，拢死。所有伫地球用鼻孔喘气的活物，拢死。地球所有的外面拢受消灭，人甲鲸狮、咧爬的动物，以及空中的飞鸟，拢对地球消灭。只有剩那仔以及遐个甲伊伫大船内面的妖怪地。大水伫地球泛滥150日。赞美，请妇女团契牵我的手。即时请牧师来正道，伊要分享的是伫大水之中。大家平安。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。我相信咱今仔日入来到
对一楼行入来，就感觉今仔日无啥共款。这是因为拄啊好昨昏这日，咱的遮的青年来布置咱的教会。啊，我是无想到，顶头遮煞砸着迄个坐伫2楼的兄弟姊妹的目睭啦吼，总是不要紧。迄个，我再请因搁小可调整一下吼。愿上帝恩典，互咱不管坐伫倒位，拢通领受到上帝特别的快乐甲恩典。所以我时常感觉讲，伫即个时间，因为每一个人温度无啥共款，特别即个入冬天的时，温度无啥共款，所以即时我要邀请你，若会使，若方便也不要紧吼，若无方便不要紧，总是若方便，咱会当起身去甲人借问请安，上时若会使，你若甲人握手握着迄个上小的迄支，你就会当坐落来安尼吼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你会当先开始分享咱生命温度，这就是来到教会要紧的任务。所以即时我嘛要邀请你对你坐所在，有法度爬起来不要紧，若无法度，也是小可行行不要紧吼，坐就好吼，坐就好。请咱甲咱附近的兄弟姊妹借问请安，上时你若会使，你甲伊握手，你就会感受到，毋是你分享你的温度，就是别人分享伊的温度互咱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叫做教会内底应该爱有的温度。实际上，我嘛要讲，这叫做家庭一个家需要的温度。咱拢需要互相支援，互相互人温度甲温暖。一个教会存在，一个家庭的存在，甚至一个社会国家的存在也同款。若是一个无温度的所在，无人想要伫遐。所以，请互咱家己这个人保持要活的温度，然后会当互人的温度，会当接受别人互咱的温度。请保持这款的温度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知，阮伫这个黑暗，甚至阮感觉困难的世界内底，咧活，咧喘气。你赐阮性命，互阮不管伫倒落，拢领受你对阮的快乐甲祝福。主求你帮助阮，互阮真正领受着，不管是伫阮好的时阵，阮臃肿的时，甚至也是阮淹伫大水的内底时，阮拢知你要甲阮做伙伫咧。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保持阮生命的温度，保持你活伫阮生命内底，爱阮、命令阮、爱发光的命令。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去祝福阮所伫地的所在。求主甲阮做伙伫地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毋知咱待会晓游水、游泳。我伫小学3年级的时阵，迄年的5月下旬，我的主日学老师有一天伫礼拜日的早起时，就提议讲，全班做热的嘛吼，台南我迄时阵伫台南，台南5月做热的，然后伊个提议讲，啊无全班来下晡来去安平海边啊去佚佗。当然囡仔人吼，大家嘛讲好，所以阮迄天就走去安平的海边。坐落车，我只会记即日头真大真炎，迄个山真水，海是蓝色的，感觉真凉。然后看到海，就真欢喜。
当时我上好的朋友就走伫我的头前，我就缀伊，然后我就失去所有的感受。搁一遍醒来的时阵，已经过3德天。发生什么代志？其实中发生啥物代志，拢别人甲我讲的。听讲伫安平海边仔较近海的所在，因为地形的关系，所以时常有迄个真深的崩坑会形成迄款的坑，有一寡坑会深袂见底。迄时，我的好朋友甲我做伙落入一个坑内底，然后老师发现了后，伊就跳落去，第一遍救，就把救起来。迄个是我的朋友。然后我应该是互伊踏伫迄个坑，就是伊伫顶头，我应该踏伫迄个坑的下骹。第二遍，最后老师就搁跳落去，要救我。安那懵，安那啥拢啥无，所以上花伊就大家拢真紧张，伫花边就开始祈祷，讲上帝啊，这牧师囝咧，阮爸爸做牧师啦吼，袂当死呢，拜托诶。第3遍搁跳落去，雨，哈那雨起来，哈等我雨起来。听讲雨上花的时阵，已经用无去啊，所以随着开车去到安平的诊所，听讲医生嘛无爱收，安平诊所医生无爱收，所以迄时就真赶狂，撞去迄个当时台南较有规模叫做省立台南病院。搁我的爸爸嘛，搁敲电话拜托会友，看会当拜托医生收袂。所以上尾才救起来。听讲医生当时的医生认为，我若差不多搁过1分钟，若毋是会死，就是变做植物人。所以无怪我现在看起来戆戆。原来就是安尼来，无怪做代志也戆戆，因为做牧师一定爱戆的。这个代志发生伫我身躯顶头，应该是有一项真严重的代志，就是我会惊，所以后来开钱，我去学收水，学2、3遍，拢学袂起来。因为坐落水，有生理上的可能，搁较侪是心理上的惊水。就亲像中国的哲学家老子，伊伫《道德经》内底安尼讲，伊讲世上上柔软的是水，咱水浮袂起来对无？真歹浮会起来，总是上重的物件，上惊的嘛是水。水看起来真柔软，总是若滴落去，有可能啥物物件拢滴会透。就亲像仙句安尼讲，滴水清穿石吼，穿石。水上水也诚做上帝降落伊的刑罚的工具。就亲像创世纪，咱今仔日所读到的即场大水，即场大水会当证明上帝的权能。创世纪第7章17节是安尼讲，咱做伙来读即段经节，做伙来读吼。来，水伫地上泛滥40日，水涨悬，将大水提起来，互船对地面浮起来。水有当时啊，咱看起来敢若无啥，总是大水若来，我毋知影，咱应该拢有一个印象，就是2001年日本311迄个
祖拉米来的时阵，迄个摄影机传出来，后来咱所看到的画面，咱会当发现水看起来敢若无啥，总是若大水来，迄种溃烂是互人惊的。圣经咧对咱讲，伫上帝创造天甲地的时阵，创世纪第1章第20节是安尼讲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帝神运行伫水面，因为上帝神运行伫水面，来体开上帝，展开上帝的创造。线落去，伊分水做顶甲下，然后才将土地对水中分出来。这个对咱讲，水在人看上歹控制，总是若伫上帝的手中，伊有法度。所以上帝为水定界限，当伊介入，就互遐的空气混沌，拢变做有特殊，大声就是水。所以，伫上帝的园里，水成做伊画界限的4条河。伫遐，这4条河，创世纪第2章第10到14节，咧讲这项代志。伫遐，水成做提供人甲这个世界生命、丰盛、富裕以及文明的源头。这就是水的开力。总是当大水来，破坏上帝原本赐予人有特殊的世界，地上的亲缘甲天顶的窗做伙拍开。这里对咱讲，人无法度控制水，总是上帝有法度。创世纪第7章18节是安尼讲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水势真大，伫地上直直涨起来，船伫水面漂流。咱来知影这场大水是偌大到安怎？是大到互拉阿所起造的大船就浮起来。我顶礼拜已经讲过，这只大船差不多半个骹球场，遐尼大。这只大船差不多半个骹球场，然后内底是放真侪咱无法度计算、成双成对的动物以及拉阿全家人。创世纪第7章19节到20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水哪涨哪悬，甲天下的悬山拢淹过。水比山悬7公尺，山头拢予水淹了了。迄个7公尺其实原文是15丈。咱爱知影古早的人，因咧计算当迄个偌悬偌低，拢用手骨，所以原文咧是15丈，15丈差不多7公尺，用安尼来换算的。这个大水比山较悬出15丈，用来表示当时伫地上，当时伫迄个地面，无会喘气的米，通渡过这场大水。这也表示一项代志，无一个受造物会当逃离上帝降落的刑罚。伫这个2000年内底，真侪人想要找出这场大水的证据，证明有一场大水甲伊所造成影响的范围，真侪人咧讨论这项代志。照圣经的描述，到底是淹规个地球，还是淹一个所在？差不多1990年代的中叶。地质学家甲海洋学家研究乌海的时阵，有发现，伫公元前差不多5500年，
迄时地中海的水就突然间来涨，是安怎涨？有真侪讲法，有可能是地动，迄个地中海的水位虽然突然间涨起来吼，有可能是地动，有可能是真侪原因。然后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，流入乌海。伫迄年，迄个大水因16万平方公里，乌海水位就提悬差不多150公尺。伫这个进程，乌海本来是淡水湖，本来是会食，总是因为海水对地中海流入去，地到成做今仔日的乌海。就是因为圣经记载这场大水太过出名，这可能是到现在为止尚未当找到上接近的证据，可能。总是上时，这嘛是真侪研究内底的之一尔。总是证明有大水，安尼有啥物路用？证明有一场大水，世界拢有大水啊！台湾敢无做过大水？有吧？世界拢有啊。那安尼找到一场大水存在，界定伊的范围有啥物意义？可能咱更较要紧的是，可能咱更爱去问讲，啊，伫古早这个文献内底，到底当时的人是安怎看待大水？因为人不管是啥物时阵，拢会问这项代志。是安怎有大水会出现？是安怎有这个灾难的出现？是啥物人伫背后咧控制？啊，这个大水的问题是出伫人，还是出对神？上尾咱嘛阁会问：若经过一场大灾难了后，活落来的人，对咱来讲，对妖活的人来讲，有啥物启发？虽然当时的文献并无做真侪的解答，当时的文献普遍认为是这个神真怪癖，就是真奇怪的性情甲受气，才会造成因制造出遮尼大破坏，互遐尼侪人死的灾难。总是圣经要对咱讲一个完全无共款的故事。创世纪第7章第21节是安尼讲的，咱做伙来读创世纪第7章21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地上所有的活物，包括飞鸟、精生、野兽、规群在白的动物，以及所有的人，拢死。咱爱知影现代电影，特别是即几档拢有做真侪挪亚方舟，就是挪亚的大船的电影。咱若看到这个电影，拢会互咱想到，迄个船顶拢有真侪古水的动物，然后麒麟鹿，长颈鹿啦吼，麒麟鹿会将伊的颔棍就伸伫迄个船外，啊，这个动物就真欢喜，伫迄个船顶咧大合唱。这搁若亲像圣经内底以赛亚所讲的迄个上帝圣山共款。咱做伙来读迄个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迄个上帝圣山的情景，做伙来读下来。豺狼甲绵羊会做伙大，豹甲山羊仔囝做伙困，牛仔囝甲狮仔囝斗阵食，细汉囡仔会做牧者看顾因，牛母甲熊母会做伙食，因的囝会做阵歇困。狮会亲像牛食草，食年的鸭仔会伫毒蛇的空口佚佗，长年的囡仔会伸手入去毒蛇的血。伫我圣山的逐所在，一定无伤害，嘛无破坏。这是毋是亲像咱读到的迄个挪亚方舟，还是迄个电影所做的情景出现对无？
就是完全无可能会动物放做伙，因会当平安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一切拢遮尔和平，无互相伤害，阁无害人的物件伫遮来发生。所以过去检查即几冬，咱对拉阿的大船这个故事的印象，亲像是一个美好的寓言故事。总是咱若详细来想，大船的故事毋是安尼，伊是关系这个地球生命差不多这要灭绝的故事，就是一位受气全能的上帝决定，除了拉阿甲伊全家，以及部分伫大船顶头的动物，其他拢要死。创世纪第7章22节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读来。所有伫地上用鼻孔喘气的活物，拢死。我想咱拢用鼻孔喘气，总是咱若读到这个描述，咱的家庭顺拢死的。因为死亡对咬喘气的咱来讲，表示生命的尽头，一个无毋望、充满惊吓，咱毋知的所在。比起这位女士伫伊所写的册顶头，这本册叫做《互毋望一个理由》，是安尼理解一位施行审判的上帝。伊安尼讲，上帝的受气，毋是一种奇怪、无目的的批车发表啦吼，是针对伊彻底反对迄种严正，就是迄种会互伊全人所听的人内心所生出来歹的代志，迄款的严正。这就亲像诗人所讲，诗篇145篇第20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主保护所有听伊的人，毋过做歹的人，伊会甲因消灭。诗人相信一位有怜悯，总是伊也施行审判的上帝。就亲像一位耶鲁大学的教授，伊是克罗埃西亚人，伊见证过巴尔干半岛战争的人，叫做莫。这位耶鲁大学的教授莫安尼讲，伊讲假使上帝若对无公义甲欺骗袂受气，也无停止遐的暴力，那安尼即款的上帝无值得我来敬拜。我认为人类有法度坚持非暴力，需要相信一种相信有神圣报复的信仰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伫神学家莫的推论内底，伊认为人类会产生暴力的源头，是因为人欠缺对一位会伸冤的上帝的信仰。当咱若无相信上帝会伸冤，咱会相信咱手中的拳头，以及咱有法度发射的飞弹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是圣经咧对咱讲，上帝是会施行审判。咱相信一位会施行审判、会受气的上帝，就亲像这所描述的，创世纪第7章2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地上所有的活物拢受消灭，人甲精生、特别的动物以及空中的飞鸟，拢对地上消灭，就剩拉阿以及遐个甲伊伫大船内面的妖活的。原本世界拢充满受造物在喘气的所在，拢死。除了大船内
拉阿甲伊厝内底的人，阁有遮个动物。上帝伫遮界先看起来是除灭一切，总是透过安尼要对咱讲，只有安尼才会当展开一个新的时代，名之新的约会来临。总是伫即时，伫泉水的中间，上主降落伊的刑罚，也施行伊的怜悯。伊无除灭所有会喘气的，无全部拢除灭。伊为新的世界留落存落来的种子。创世纪第7章24节，做伙来读上尾这段经节来。大水伫地上泛滥150日，泛滥150日的意思是啥物货？是所有当时伫所有迄个地人的枵活地的生物拢死，因为连食的物件拢无，连喘气的所在拢无，所以无生存的机会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挪亚大船的故事，互咱对人的处境有进一步的认捌。人类有共同的根源，就是咱拢是互创造主上帝所创造，咱拢是受造物。用另外一个角度，当咱个别安尼的时阵，就咧表示咱本来是一家。总是咱人爱谦卑，因为咱只是上帝创造这个完美之一，咱拢有可能会面对可能被灭绝的危机。科学家伫化石的研究内底发现，过去消失的生物物种，多过现在有留落来的物种。所以，人绝对无宽口的本钱。人是脆弱的，随时都会无去。所以，大水、瘟疫，甚至迄个太空中的大石、地动、海涨、自然物，这咱无法度有先知影。就是现在，甚至咱有法度有先知影，咱也无法度控制的大自然的原因以外，人阁会因为家己的愚妄、贪婪、骄傲，兴起这个战争，互病毒感染扩散，造成气候的变迁等等。人用家己掠做牛的制造方式，随时拢有可能造成人类的灭亡。因为安尼，咱确实真需要诗人的确信。诗人是安尼讲，诗人讲咱上帝一定会怜悯的。所以咱做伙来读诗篇第30篇第8节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主要地听候，要施恩互锡安，伊一定要起来怜悯恁。上主是公义的上帝，所有听候伊的人真有福气。上帝毋是一位只会降落刑罚的上帝而已，伊嘛是一位会怜悯的上帝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伫圣经内底，咱读到的是大水象征的是对上帝的黑暗势力。总是真特别的是，圣经中也时常对咱讲，这也是属上帝的百姓去到上帝的面前所需要经历的磨练甲挑战。就亲像旧约的出埃及记，伫新约内底，咱读到的约翰，才会伫伊看到的异象内底安尼讲。启示录第4章第6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宝座前有亲像水晶，遐尼透明的玻璃海。
换一句话来讲，当咱来到至圣上帝的宝座前，过去迄个上顶混沌黑暗细粒的海，迄个灭绝所有一切生命的大水，拢要成做亲像水晶遐尼水的玻璃海。换一句话来讲，水无搁对生命造成威胁。这就是伫大水的内底，上帝要互伊的百姓，伊的祝福甲怜悯。总是主耶稣咧提醒咱，这要喘气、要换气的人，伊安尼讲。路加福音17章27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迄时，人照常啉食过带，一直到那阿入去大船迄日，大水到，甲因拢消灭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是大水来，伫大水的中，是上帝意志的体现。要对咱讲，伊必定会施行审判，伊也要互还有喘气、还活地的人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所以过去互水因甲性命拢无的我。检菜对迄时开始，我就知影，这检菜是上帝的怜悯甲恩典。检菜是迄件代志改变我的生命，我嘛真感谢，因为我的水疗老师现在甲我妈妈即摆伫台南共一间教会内底。因大家见面拢会讲起，哦，过去迄个强强要死去的囡仔，即摆做牧师啊！感谢上帝恩典，互我成做因的骄傲。总是上帝，这做牧师毋是偌骄傲的行业甲代志，是换一句话来讲，咱每一个人拢共款。当上帝留咱的性命。咱就爱知影谨慎来活。伫大水的中间，常时是上帝公义甲恩典的体现，因为伊的怜悯致到咱会当活地喘气，为伊成做见证。所以咱无需要惊。我相信咱在座有侪侪人，拢捌经过亲像大水。也是一场病共款，淹过咱的身躯甲性命。总是咱若上帝恩典中留落活命，咱就知，咱通免惊，用敬畏的心活出一个敬虔甲警醒的性命。因为上帝毋是要用大水来审判咱，毋是，因为伊是迄位要用疼。怜悯甲恩典来赢咱的上帝，帮助咱，愿咱拢互伊赢去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确实软弱软弱，因为安尼，阮要降服承认，你是伫大水中降服水的上帝。是，阮做代志无法度控制，总是阮知，你是控制万物、创造万物的上帝。主，阮相信，当你留阮的性命，阮通喘气，阮活地，阮就相信，阮活地有你的旨意甲意思。求主帮助阮，互阮活地每一天。拢有上帝你特别的开力、甲智慧，甲阮做伙伫地，互阮知影，虽然会经过大水，总是你是审判、降落刑罚，总是搁较是怜悯的主。你要听候阮，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不管拄着啥物，搁若大水迄款的患难的时，阮也无惊。因为阮知，
阮有你，就会带阮经做大水灾难的上帝，阮就无惊。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我心。这时，请三角来吟圣诗，圣诗第41首，圣诗第41首，请来，请来，以马内利。会将车起立。车来，车来，以马内利，救赎以色列正行日。因受天所赐之相是，也通望圣行公理，欢喜欢喜，以马内利，以色列啊，主美来临，车来车来有色君地。解放撒旦手来迷死，拯救离鬼的月顺时，脱出是无分无胜利，欢喜欢喜，以马内利，以色列啊，主美来临。车来大庇佑所赐，稳定的门为阮大开，透天的路为阮开暖，让全世世永远快乐。车来欢喜，以马内利，以色列啊，主美来临。车来车来，清早的明，大家快乐充满心灵，关山绕靠黑暗云雾，一切事事关系消毒。车来欢喜，以马内利，以色列啊，主美来临。车来车来，全年主宰，抓紧你把主献世来，你要为主民的努力。愿更伟大献好天的欢喜欢喜，以马内利，以色列啊，主美来临。车来车来，只管地位，万千百的宇宙万民。无管百里真理我路，带阮行人的真路，欢喜欢喜，以马内利，以色列啊，主美来临。车来车来，万国热望。人类皆能合意人
亡魂道见恩龙天，何世享受属于和平，欢喜欢喜，以马内利，以色列啊，主美来临。会众请坐。即时来奉献，请陈素颜、陈柏言技术来示献。主啊，阮真欢喜，阮众人今仔日来到你的面前，带着一个欢喜的心，要搁来迎接主，你要搁来。阮今仔点着第一支5万的蜡烛，主你，互阮每一个人拢抱着5万，互阮日后的生活拢会当搁较跟对主你的脚步来行。阮今仔日的奉献，求主你压纳，互阮所献的是行伫主你要行的路顶头。阮安尼恳求，奉主圣主名求，阿门。伫消息报告的台省，请来读今仔日的金句。伫周报的新书单的下面，我读一摆，请会众读2摆。上主保护所有听伊的人，毋过做歹的人，伊要甲因消灭。诗篇145篇20节，请。上主保护所有听伊的人，毋过做歹的人，伊要甲因消灭。诗篇145篇20节，上主保护所有听伊的人，毋过做歹的人，伊要甲伊消灭。诗篇145篇20节。线接来看周报，周报的第1页是下周侍奉的人员、团契聚会甲课程的时间，请咱家己来看。周报的第2页，小组的聚会甲家庭礼拜的时间，请咱家己来看。奉献若是有错误，请向办公室来更正。继续来看周报的第3页。本主日的消息，
本主日是大港节的第一个主日点，大港节第一期的垃圾。台语是敬拜团，华语是社青团契。12月份的月的长老是林漳州长老，职事是赖建义甲苏怡玲职事。2024年教会预算确认会议伫下晡1点，伫7控仪式来召开，且各部会新旧任首长、团契会长准备施工规划。来确定预算，搁请财务部员参加，欢迎长职参与甲关心。下主日的消息，下主日是大港节第2个主日点，大港节第2期的垃圾。台语是新任的长职，华语是香港的新朋友。2024年上半年度施工的协调会伫第2场礼拜结束了后召开，请长职各团契首长同工出席。12月份定期的长职会也伫施工协调会结束了后来召开，请长职来出席。长职会后煞开小会。教会的消息：2024年5月日，请到4楼的教会厅签名来领取。一户一本，请各区长办公室领取65岁以上12月份生日长者的关怀礼券以及关怀探访。集体的消息，继续。这咱家己来看就好啦吼。集体的消息，本会李水莲姊妹11月26日安享主怀，12月初5上午8点，伫台湾人本励志会馆举行告别式，请关心大岛安慰遗族。本会陈秋专姊妹11月27日安享主怀，12月初3暗时7点。伫教会7控仪式举行安慰礼拜，12月初6 12点，伫桃园殡仪馆志行堂举行入殓甲火化的礼拜，12月初9上早起10点，伫桃园教会举行告别礼拜，请关心大岛安慰遗族。其他的消息。同合作社理干事会伫12月10号中昼12点来召开，请理干事出席。继续，请牧师来补充报告。我来补充报告几项代志。头一项，咱也看见区全体的这个家儿，特别青儿兄对美国回来。伊已经真久无伫咱中间，我听讲伊甲苏尊长老是过去伫做青年的时阵，伫咱的教会真活动，上时厝内底包括青年兄我应该我都叫出咱所有的人啦吼，雪莲姐、雪莉姐、雪慧姐、丽文姐、丽娟姐吼，不管咱是。抱着什么款的心情，咱为着这个家庭来祈祷。咱也欢迎因伫咱中间，咱拍谱来欢迎因伫咱中间，好无？来，请站起来吼，咱全家伙拢站起来。来，请坐，请坐。我想旧全这过去伫咱中间发生即事，伫咱中间所做成的见证，咱中间侪人，特别是老一辈拢知，上时旧全这也因为。即3冬的疫情，其实就较无来咱中间，咱为着区全体所有遮个刷落来，对今仔下暗开始的安慰礼拜，到拜3的日暮火化，以及拜6的告别甲安放，咱求上帝赏赐的平安，就甲因做为伫地，也赏赐帮助扶持，互因伫这个过程内底。领受到上帝特别圣神的馈力，安慰因，
互因真正对这来得到气力，甲继续往头前迈进的动力。伫这我简单来甲大家报告，就是对即个礼拜开始，就是对今仔日开始，咱会展开整个教会圣诞节的活动。这圣诞节活动，所以对今仔日开始，咱会安排报佳音的活动。所以咱厝内底，咱毋望牧师带队去唱歌，去报佳音，咱就来报名。不过应该报名早起啊啦吼。不要紧吼，那咱搁毋望的话，紧来协调吼。然后刷落去，咱有大降节点节，伫每一个礼拜中有大降节的点节，以及圣诞暗会，以及圣诞赞美礼拜。咱求上帝帮助扶持，互咱教会庆祝圣诞活动的时阵，毋通只有看外口的这活动而已，是透过安尼，咱庆祝，咱也求上帝出世伫每一个家庭、每一个社区顶头。上营信息402首，信息402首，恳求主，你引带我脚步。将车起立。恳求主领带我脚步，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。恳求你甲我脚步。若是我仍然欠比是食，暂我他日遵守你诫命，予我伫黑暗中做工程，对做因错是未来，这是我人生必愿望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。天父上帝永远的听痛，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大家做伙伫地，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，阿门。谢谢。歹势，伫遮搁一遍提醒咱第2场礼拜了，各团契甲各部会会伫7楼来讲预算的会议，请下期节也提醒各部门一定要出席。
请甲身边的人行平安。